習主席對於今次嘅大火高度重視，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習近平主席。擔心嘅話咧，次次都係最尾先多謝消防，係咪唔重視佢嘅付出啊？習近平主席對於今次嘅大火高度重視，第一時間了解火災救援同埋人員傷亡嘅情況，向我轉達佢對遇難人員、殉職消防員嘅哀悼，對遇難家屬同埋受災人員嘅慰問，並且要求中央港澳辦同埋香港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撲滅火災。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我再次感謝習近平主席對今次嘅事件高度重視。內地嘅不同單位都表示好願意支持我哋，我好感謝佢哋。習近平主席高度關心呢件事，我非常多謝習主席。喺習主席嘅高度重視同埋關心之下，不同嘅單位都好熱烈咁去支持香港特區嘅救援工作。咁我哋亦都係多謝不同嘅內地，無論係省啊、市啊、等等嘅單位啦，去表示咗佢哋喺呢方面嘅關心同埋支持啦。好，多謝大家。好，唔該，我全部。擔心嘅話咧，次次都係最尾先多謝消防，係咪唔重視佢嘅付出啊？我想講清楚咧，我係非常感謝所有參與我哋今次救援工作嘅人士，所有官員。當然消防處嘅同事咧係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大家都睇到嘅。現在家裡面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什麼都沒了，不知道以後怎麼辦。唉。